我们开车就很容易到的地方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地方，可是用走的方式就不一样，因为你会很仔细的去看旁边的河川啊，旁边的水沟啊，旁边哪里不一样啊，可能跟过去好像有一些不一样，然后发现怎么那么容易看到海岸线？过去好像是很多密密麻麻的树在那边，现在房子变多了，然后但是那个房子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房子。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开发，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好像停不住的脚步，但是还是觉得说怎么这么快，好快哦，我们都还来不及去阻挡，就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发生。